大家问千万字，就讲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本土疫情敢若出现危机，也毋过人讲危机就是转机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维，我维维第五条。有人读做维，冇人读做回。啊，若照字典来读，应该是读做维。维代表无安全，咱讲危险、危害、危急。啊，危险的时间，或者是有可能的风险，咱讲危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危急，代表短时间内有危险的情形发生。啊，那第二个词，大家可能较青分，这是一个较古早的代语词，读做危毒，代表讲破病情形已经到足危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先时言主人福，阿明本来已经破病甲足危毒，情形足危急，落尾拄到贵人，医生改为生死门救倒转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维提供予大家参考。